今年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因为用力在地元素，特别有原住民灯区来展现台南4败多元族群交流，引起好评。其中所在地安业公园、林万鸟公园以及目前江田东的扎哈姆乐园，依然始于兴旺伫中日顺，就希望串联相关资源，将单调的安业公园转型为专属于原住民族的主题公园。我们整体的规划也都朝向具有原住民文化特色。那我们也把在灯会的2座我们艺术家原民艺术家的那个灯座移展到安置到我们的安艺公园里面。然后明年我们也编了预算，我们会来美化绿化，然后也植栽一些原生植物。既然安艺公园已经变成实质上已经是原住民的文化公园，所以名称上，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变更嘛，我们可以来讨论原住民文化主题公园还是怎么样？好，谢谢。类似就是原住民的文化主题或者原住民的特色的一个公园，我希望也除了展现文化之外，也希望能够展现特色公园可以作为一个亲子游憩的地方。对，只是那个游憩的游具，可能要有一些原住民的一个特色。台湾始于兴旺伫即阵当中，嘛以台北市相关原住民主题公园的建设来建言，希望台南有机会实现这项愿景。伊强调，不是单纯办活动的空间，而是传承原住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的重要平台。台南新闻，阮子杨顺怀采访报道。